看得出来，陈毅在线上是真的困得没招了。半夜12点开播，打完招呼眼神就开始迷离。在繁忙的拍摄过程中，插空跟我们见面，探头看屏幕，换是上课走神的我抽空看课本。阳光，对，而且永远都是这么的萌。你别在这睡，你怎么哭着脸？大家正在研究我们的机器。是的。那既然今天是来宣布 Superman， 我是 Superman。手上打了好几辆车了，还没把感谢的话说出去。也很幸福，对，也很幸福，谢谢。陈毅，谢谢。演员进发是不是？我们之前看到这个我是 Superman。原来现场被陈毅犯傻是这种感觉。谢谢李姐，有个更加努力、演出更好的角色给你看。自己困得不行，但能把能感谢的都感谢了一遍。我的工作人员们，他们比较辛苦，宝宝们你们辛苦了，该你忙业了，辛苦了。他们这些好的，那也是主持老师们，你们也辛苦了，坚持到了现在。脑子里成浆糊，去拳打 call 也是实在没招了。再给我们狐妖小姑娘王全篇打 call， 哪里好看让他们来看。都打 call 了，哪里都好看。今天晚上的笑点真的是陈毅给的。